伫这个新竹市，民进党是要杀价出来选市长咧。现任的市长林志坚今仔日有推荐的人选哦，来听伊安怎讲。柯建铭总召是选对会的成员啦，所以我们都支持认同新竹市的这一个提名办法，比照直辖市改由征召的方式。新竹市的人选可以和这个北桃的人选一起联动哦，这都有利于我们执政党在这一次选举的一个胜选。罗政委呢，他是新竹过去长期在新竹执业的一个律师，他和新竹非常的熟悉不管是地方的事务，或者是他过去这个对于法服工作的一个投入哦。我想，罗政委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。后来，这个林志坚所点名就是罗秉成，讲伊是一个好人选。林志坚自从提出到这个新竹市、新竹县合并的大新竹的议题了后，外界都真侪猜测。林志坚讲，这个新竹市对国家的产业有重要的战略的地位，所以民进党才会把新竹市长提名的方式为初选改为征调，希望会当来延续到执政的优势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